议员王雪茂伫总质询讲到，40档合法设立的咸水夜市，嘛是第一个主动市府防疫夜市，对提振地方经济甲观光有重要角色。不过，该夜市伫武庙周边改善工程完成以后，打算除了固定拜三以外，佮加开礼拜中的消息一出，却传出居民反对，要求撤销执照，甚至有误导的概率。所以，议员会中要求市长表态，到底夜市发生什么代志？今天为什么会有人来跑出来说礼拜天不给开了？啊，我想这每个摊贩都是每个摊贩的生计，一个大是一个家庭的来收入来源。就为什么现在礼拜天不开了？发生什么事情？一周报告一下哈，他现在目前礼拜天是因为他武庙工程尚未完工，所以目前是还没有开业。那为什么是听到没有开？嘿，对，是没有开，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经发局一直在沟通，说是不是可以不要开，要撤照？有这件事情吗？跟一周报告一下哈。就我的了解，盐水夜市目前礼拜天的营业哈，地方是还有部分声音啦哈。那这个部分哈，我们也是庙的声音还是什么的声音？有部分居民的声音啦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协调我们武庙夜市的一个管理者哈，来跟这些陈情人哈来进行一个协调沟通哈，取得地方能够圆满的一个解决啦哈。好，就是说有人会觉得商家觉得说啊，我你有开店做生意，啊我有你纳税，啊结果你再加一个就影响到，这也是可能这是一部分经济利益的一个较劲啊，或竞合啦啊，但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愿意多沟通，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创造双赢。怎么样创造双赢？就是能够把这个整个商业带动起来，而不只是提供给盐水人一个消费的便利而已，可能是希望让整个盐水商圈都能够活络。议员关心咸水夜市的经营，除了不满市场处处长拍算伫台面卡的协调，公开放送处长甲地方对话录音带。强烈质疑这款的做法并无适任，要求政风处查清楚。麻烦了伊的质询，会因为商业利益引发兄弟关系，所以会中申请防弹衣发表无注册声明，捍卫监督为民发声的权责。总咨询上面签了这不自杀声明，是因为在我们盐水夜市它是合法的，结果后来处长出来做协调的时候，他说对方是偶尔五兄弟，那是不是要再怎么样处理？我觉得这部分对我们台南市政府是个伤害，而且处长竟然在对话当中，民众提供的资料说他要 under table 来处理，我觉得这个夜市黑影重重是非常的危险。那但是在居民的正义或者是摊贩他的生计，我是需要出来捍卫的。那为了捍卫他，我必须要发表这不自杀声明，以免这牵扯到黑道的或者是黑社或兄弟人对我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必须要提出这声明，让大家知道我是非常快乐健康。但是为了这个权利，我必须来执行，来做个发声，替他们发声。除了咸水夜市的争议，议员邀请市场处处长将备询台，嘛是希望针对大溪北整体市场的改善，包括白河、柳营以及咸水市场结合牛期的计划，拢会当尽速和地方交代。台南新闻，阮子林英庚采访报道。